今年天氣熱的時間長，連帶影響到草莓產量。因為氣溫高，草莓特別容易感染連孢菌。農民朋友為了避掉這種情況，所以特別將正常栽種的時間延後，等天氣涼一點後再來種。一般咱草莓伫12月份，差不多是市面上都攏看得到。今年下到晚看到草莓是因為要撇開農民要撇開疫病的原因，所以都講拖到10月底、11月初較少。連孢菌這項疫病等於是草莓的絕症，感染後草莓栽會慢慢枯萎死去。就算沒死，生出來的草莓也特別小顆，沒經濟價值。大部分農民對於這種情況也只能心痛移除。這是草莓這個感情啊，無有意的。咱一般種了大約頭1個月了才發現。所以啊，你看有這款現象，咱一定要挖掉，一定保新材啊。農友黃志賢特別教導民眾分辨染到連孢菌草莓的特徵。這是正常的。這算講同期發展，但是伊頭1個月伊變了。葉啊較細類安尼嗎？伊的迄款的，伊的葉啊無變大葉。這個大小我都就是這樣。本來一朵上面有不同。本來伊3葉是愛正常，是愛正常。咱市面葉啊，對。大小我伊3葉的也變迄款。了解。安尼，這就是大小耳。這就是大小耳。經過移除染病植栽以及田間管理後，台南的草莓目前已慢慢成長，預計將在12月底開始恢復正常產量，甜蜜上市。台南新聞張碩維採訪報道。